一首歌，这一首歌呢，大家一定会唱的，叫做《波浪雪山》。待会呢，副歌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唱哦，大声一点哦。谢谢你们，谢谢现场的朋友。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？亲像是别人在笑我。朋友的感情看到这呢。 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？原来你行到这呢晚，朋友的感情煞空虚啦，是我的心情无地放，伤心的目眶内底讲袂出。 我心肝头是惊几人，人生来听看你欺骗的话，莫讲行你做，做一个波浪熟悉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两杯三杯，不再想笑话，无聊的酒窝，今晚我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。 我有史以来最近的一个场地，我待会唱完就自己可以回家了，对，也不用搭高铁，不用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希望之后可以常常来这个地方唱歌给大家听。然后呢，我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吗？麻烦大家给我们癌症希望基金会所有的同仁掌声一下，好不好？非常辛苦。刚刚那个我年底有讲到，我是2010年的
时候参加的。那今天呢是我的第26场，谢谢。但是呢，我那天遇到佳慧姐，佳慧姐是彭佳慧小姐，对，她说她50几场，她说哇50几场，我还要再唱10年，所以呢，如果有继续办下去，我应该会一直唱下去，好不好？那2011年呢，这一年，我加入我们的癌症兄基金会，听希望在唱歌。我要很谢谢我的那个领我进来的，也是我的老板黄义雄先生。他呢现在人不在了，但是呢，我很谢谢当时他把我带进来癌症希望基金会，然后可以唱歌给我们所有的病友听，还有我们现场的朋友听。在每一年的年中12月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呢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缘分跟福报，所以呢，也给我的老板王一雄先生掌声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第2首歌，这一首歌很可爱。天气有点冷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呢，唱这一首歌，你们心里应该会有暖暖的暖意。对，那希望大家跟我比一个动作。对，就是爱心好啊，全场一起哦。对，因为我们有摄影大哥会记录，没有这个没有比的哦，可能就会拖上网号。对，比一个爱心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呢，这首歌歌词里头有2个字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念这2个字，叫做宝贝。对，来啊，癌症希望基金会是不是你们的宝贝？如果是的话，大声一点，1、2、3。很好，带来这一首《咪就》推送给你们，谢谢。自我的心情，又落是3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来，双手借我，予我做你小小的。
谢谢你们。哎，刚刚我没有看到那个画面，然后我可以唱是吗？你是我最爱的，很棒，给自己掌声加。哎，不要听笑声，好不要，因为这音乐不语太大声。好，那这一次的歌单呢，我想了又想，想了好久，想说要呈现什么歌单给大家。那呢，我想。当我们歌手在台上唱歌，也希望台下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选了2首歌，都是合唱的歌。第一首叫做《古典雅咪咪》，会唱跟我唱，谢谢。给我们老师就相多的一起来，这个都是演唱会等级的老师，歌神老师带。听说我们的医生的音感都很好，所以医生、大哥大姐们大声唱好，拜托。有听别人伫咧讲起，你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。虽然咱已经来分开，对你也是会来关心。飘泊的咱二，多情的。想命运来创治，希望你唔通来失志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，世间无永远的富贵，也无永远红的花蕊。青春少年时，心像梦一年，只有在梦中才相见。
哎，不是啦，对啊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听过你唱歌哎，这是我见过他第2次。哎，你没有听我唱歌？对啊，没听过。你知不知道我曾经发过片？我是，所以你是我的前辈吗？是的，在几年前啊？不好说，是不是？不好说。哎，现在电台都还会放我的歌。对啊，那下一首跟我一起唱吧。重点是我会唱才。哎呦，这首一定会的，黄华东喜欢会吧？哦，然后可以。可以，是吗？谢谢。还可以。你把口罩配了，我打看一下你的庐山真面目。我这样已经是这样已经算裸体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次的羽球先生呢，由我们爱跟兄弟会策划一些作业小品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谢谢。一暝啊，拢看无你的人，阮的心是夜夜在思念。情是风中的花丛，起落袂当照希望，有我为你在心房。是缘分，互相人伴相随，一起唱哦。是命运，伊将咱来放你。做一山过一山，找我心爱的形影，找袂到我心内落单。咱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，情茫茫茫你半心通也唔通，情重流水。相思，多情多怨恨，又搁想起。咱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，当作是注定红尘一场乱梦，偏偏为你梦也相思。谁个人，谁也人，看看拢是梦。谢谢，是缘分，互相人伴相随，是命运。伊将咱来放你，风吹一山过一山，找无心爱的形影，找袂到我心内孤单。咱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，情茫茫茫你半心通也唔通。流水，绵绵相思，多情多怨恨，又搁想起。咱若是
真的再次谢谢眼球先生，然后呢，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。接下来呢，我要邀请这一位呢，算是我心目中的女神，她是仙女，对，因为呢，我进入到这位姐姐第一次，差不多也是10年前的时候，依然都没变，依然身材这么好，依然面貌依然这么的年轻漂亮，让我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于台烟小姐。谢谢，拜拜。谢谢王子，你靠近熊仔啊！朋友们大家晚安。好，我也各位。